同爱同在，代代相传。越盛周越有戏，村乐越唱越响。朋友们，星星闪亮登场！月33岁，千古风流，一曲为藏青苍生子。笔墨娇若金龙书写春秋，人道一少，隐居山中。山水古道多不蓦然回首，借问谢公可曾记否？忽闻声声暗换荣华乡愁，越人一曲，泪不胜收。一挥一盏一舞一戏水袖，千年一梦在深州。月丝还草，瑟索兮，清远交团，落林兮。且听西江呢喃传满村乡，谁家孩童的呀传成一场。戏台轮番上场，越剧有源流芳，幻化神州的星光。我与英子梦不言，一夜必渡金湖月。浮月造幕影，素子算兮，谢公素促经桑菜，露水荡漾情缘意。又闻声声悠扬不息不休，百年越剧江南温柔。文人墨客流连忘返厮守，走遍九州，独爱神州。月色晚早日算兮，情缘剪断如林兮。且听西江呢喃传满村乡，谁家孩童的呀传成一场。戏台轮番上场，越剧有源流芳，幻化神州的星光。我与英子梦不言，一夜必渡金湖月。浮月造
谢谢陈丽君，来，君君请留步。舞蹈演员们辛苦了，请稍事休息一下。你好，君君。我们现在这阵掌声啊，应该送给嵊州文化旅游大使陈丽君，衣锦还乡。谢谢。看到今天现场有很多的星辰们，我知道你们已经等候已久了，所以现在先给到大家一次机会，喊一喊你们的 slogan 好不好？是星辰大海奔赴而来吗？还是什么？3、2、1，来一下。好，让君君听到哦。3、2、1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先赶紧给父老乡亲们打个招呼吧，君君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嵊州，我是嵊州的女儿陈丽君。其实我知道，关注君君的朋友应该知道，刚刚在4天前，在杭州的蝴蝶剧场，君君刚刚参加完浙江戏剧最高奖第7届金桂表演奖总决赛的角逐啊！所以在场的朋友，我们先给到一阵掌声鼓励。虽然说结果还没有揭晓，但是我们希望君君可以如愿折桂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刚刚比完赛就来到家乡，想问问看君君会不会有一些放松下来的感觉？回家就是回家的感觉，特别的亲切。好，那其实很多人也是因为他爱上了粤剧，那么今天在舞台上，也希望你可以留下对家乡的安利和祝福，好吗？我们嵊州是粤剧的发源地，这一方水土养育了我，我为我的家乡感到骄傲和自豪。好，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更多元、更广阔的平台上面为我们带来表演。当然，最重要的一点哦，要多注意休息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再一次，星辰们把掌声送给陈丽君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慢慢希望大家多来嵊州，赏美景、品美食、看美戏。好，谢谢。好的，我们收到，也谢谢君君，请稍事休息一下。最后这个节目注意安全哦，各位，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啊？先注意安全。